这什么啊？哦，这个刚好卷你的刘海。羽毛。够了，记住账号。Hardcore 我不知道，我们主角是买 female accessories。Kayaknya kuas makeup mana? 你好，今天是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这我的礼物呢？你们不是说 exchange gift 吗？我们 give lip pin， 礼品，两礼品，两个礼品， 2个 lip pin， 两个礼物。3个3个。10 minutes later， 10分钟。10分钟。中午 10 menit lagi。别乱跑。Jadi kita sudah apa? di Give for today Valentine Day, so we give for Lause, yeah, for teacher, bagusnya nanti untuk Mandarin teacher. untuk buka lampu kak, sebelum itu nanti dia sambil di rumah kalau itu buka di ya, supaya tampaknya. 这是苏麦的情人节礼物。谢谢巧克力。然后舒迪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巧克力，印尼巧克力。Do not open. Do not open. Open in no. Niha Sulasa Open in can guest house, can use it. You sir. but take a video when you open it. Yang ke. And send for. Boo, boo, please, please. Boo, boo. Don't forget to take a video. Boo. Don't forget to take a video. 这是王安存跟苏麦送的礼物，我们2个现在拆开它。他说看一下，这是啥？这什么啊？哦，这个刚好卷你的刘海。羽毛。够了，记住账号。我看这是什么？哇，这是什么啊？你看看这是什么？眼影刷。打开。女孩子的化妆品。啊，这个它是一个袋子。这是眼影刷，刷这儿的眼影刷。这是刘海卷苏老师的刘海。天呀！猜猜这个是什么？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浴帽，洗澡的时候戴的浴帽。哎呀！再装起来，我天啊，真的是死活不让拆，我去！我还给你卷看看，终于可以卷了。
有个固定的。好像不用，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下，等一下。来看看，这是空气刘海卷空气刘海的卷头发的那个棒，卷发棒。你看这我2个学生多么贴心。这是啥？这个也是可以卷，这应该是这下样可以面的。，看到了吗？就这样。还有这个，对了，这就是苏妈送给我们的礼物。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哎，光呢？卷刘海的发卷儿，刷眼睛的刷子。哦，这个得给它拆开。展示一下你写的贺卡。这个，浴帽，哎呀，洗头发的时候要戴在这儿。浴洗帽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不是洗头发的时候。然后看一下卡片。哦，对，这是他们送的卡片，上面写的是记住账号苏麦，苏麦有一个账号叫苏麦。然后还王安存的呢？没啊，王安存就是这个啊。他的那个小卡片呢？你有吗？有，他也有那个小卡片，掉地上了。这是王安存的卡片儿，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我。好了，谢谢你们。哎，我跟徐老师一起说，谢谢你们。哎呀妈妈，不要对我生气，不要生气，你可不要对我生气，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想。